来看台北大地的厝，因为基台建设的工程有问题，害人规栋塌落去。今麦景观处宣布要强制拆除。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表示，目前这栋厝搁咧继续起是危险的建筑物。若预防是设立的住户，安置的期限就到今仔日尔。真侪人都希望会使延长。若基台建设表示，若准需要继续住旅馆，会负责收费。工程人员将路面的沉陷点所在都用水准仪去测，台地公寓塌落去的案件，20暗时佫传出佫一摆发生基地崩落去的事件，互居民着生惊。建管处继续伫现场监测。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讲，台地25号塌落去的厝，逐工佫在出6%，目前拢佫是危楼。代表说地层或者建物是在一个相当不稳定的状态之下，如果有大地震来的时候，其实有什么影响或者会再度坍塌，怎么样子是不能够预测的。地质和结构都无稳定，专家建议讲爱较紧拆除。一透早有住户到现场来关心状况，一讲到工园就想要好。兵荒马乱之际，我们还是希望逐户搬的时候，我们希望进去再看一下，马上立即拆，会有点不舍。目前观测结果是没有明显在做变化，属于稳定的状态。那我们预计在这些东西搬完以后，在25号开始会执行强制拆除。基台建设造成这个厝塌落去，有方性体力的住户反映讲，厝内是闭的闭，喙的喙，甚至有大石头会对厝顶落倒来，唔敢登去厝。但是9月20日就是安大的期限，希望会当延长。台北市政府如果认为还有必要要让住户继续去住旅馆的需要的时候，基泰这边是同意说由台北市政府直接动拨，基泰提拨到专户里面的1亿元的款项来支付旅馆的费用。基泰讲会继续强力监督营造厂的人员完成人顺修理的工作，另外无法度搬出来装潢动产的部分，消保官评估每1户赔50万。至于暗时嘛会办损害赔偿的说明会，到时基泰建设嘛会参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